什麼是死物？首先，從字面來看，死物由死和物組成，直譯的話可能是無生命的物體或者死的物體。在中文裏，通常死物指的是沒有生命的東西，比如石頭、椅子、書本等，這些都屬於無生命體，與生物相對。生物具有生命活動，如呼吸、繁殖，而死物完全依賴物理或化學規律存在。部分文化中，死物可能被賦予象徵意義，如神像，但嚴格仍屬無生命範疇。曾經有生命的物體，如枯木、動物屍體，雖源自生物，但失去生命特徵後歸為死物。講咗咁多，好似冇講過咁。乜你以為自己好叻咩？